未來企業真正嘅護城河唔係你接唔接到最強模型，而係你有冇將自己做事嘅方法沉澱成一套只有你最明、最適用、最能複製嘅 skill system。因為模型會越來越似水電煤。今日你覺得某個模型好勁，但係聽日人哋一樣可以接到。今日你覺得長上下文、強推理、勁工具、調用好稀缺，但好快就會變成平台標配。所以單靠我用咗某個先進模型呢件事本身，其實好難形成長期優勢。真正唔容易被複製嘅，反而係以下三層。第一層唔係知識，而係你哋點做事。好多企業都以為自己嘅價值係我有資料、我有經驗、我有行業 know-how，其實唔係，因為資料可以整理，知識可以買，模型都可以學到公開常識。真正難複製嘅係你哋公司啲人遇到一個真實問題嗰陣，到底係點判斷、點拆步驟、點取捨、點避坑、點交付。例如一樣都係做客戶方案，有啲公司只係識寫文案，但係有啲公司入面高手個腦其實有成套隱性方法，先判斷客戶係增長期定係保守期，再分清楚對方真正買緊嘅係效率、風險控制定係老闆面子，跟住先決定應該先講 ROI， 先講案例，定係先拆組織問題，最後先至進入報價同提案。呢套嘢先至係企業真正嘅資產。而 skill system 嘅價值就係將呢種老師傅腦入面嘅路數沉澱成 agent 可以執行，團隊可以重用，組織可以擴張嘅結構。所以未來企業之間鬥嘅唔係邊個最早接上模型，而係邊個最早將做事方法由人腦入面抽出嚟。第二層，模型係通用智力， skill 先係企業個性。模型會越來越似一個通用大腦，佢識寫、識睇、識總結、識推理，但佢天生唔識你間公司到底點運作，佢唔知道你哋銷售線索點分級，你哋客戶點解會流失，你哋老闆最睇重邊啲指標，你哋提案時邊啲說話講得，邊啲唔講得，你哋交付流程入面邊個位最容易出事，你哋部門之間真正嘅協作阻力喺邊？呢啲唔係通用知識，呢啲係企業自己嘅行為邏輯。而 skill system 本質上就係將呢種企業個性固定落嚟，所以模型決定嘅係下限會越來越高，但 skill 決定嘅係你有冇自己嘅形狀。冇 skill 嘅企業，就算用同一個大模型，最後做出嚟嘅嘢都會越來越似。有 skill 嘅企業先會慢慢長出自己嘅差異化。所以我會咁講，模型負責俾你智商， skill 負責俾你性格。企業如果冇自己嘅 skill system， 就算用咗最強模型，最後都只會係聰明但唔似自己。第三層 skill system 先係規模化複製高手能力嘅關鍵。企業最貴嘅唔係員工數量，而係少數真正打得嘅高手。好多公司真正撐得起場仗嘅，通常都係嗰幾個最識傾客嗰個，最識控項目嗰個，最識做診斷嗰個，最識捉重點嗰個，最識處理複雜關係嗰個。問題係呢啲人嘅能力通常都好難複製，因為連佢自己都未必講得清楚自己點做，佢只係感覺到經驗上知道呢個時候應該先咁樣。所以企業一擴張成日都會卡住，唔係冇市場，而係高手嘅方法冇辦法標準化。 skill system 真正嘅意義就係將高手嗰種隱性能力拆成觸發條件、判斷框架、執行路徑、工具規則、例外情況、輸出標準。一旦拆得出，企業就唔再只係依賴高手本人，而係開始擁有一條複製高手能力嘅管道。呢件事一旦形成，價值會非常大，因為你唔係喺度做一個機械人，你其實係喺度做一個組織能力嘅壓縮包。未來每一間企業都會接 AI， 分別唔會喺有冇接，而係喺接咗之後 AI 用緊邊個嘅方法。呢個就好似兩間公司都買咗同一套廚房設備，設備差唔多，但係一間煮出嚟係預製菜味，另一間煮出嚟係招牌菜。差別唔喺個鑊，而係配方、火候、次序、標準、經驗。模型就係個鑊， skill system 先至係菜譜、後廚流程、師傅手感同埋出品質量標準。所以未來企業之間真正拉開距離嘅，好可能唔係模型參數，而係邊個沉澱咗更多高質量 skill， 邊個將更多部門方法論結構化，邊個可以將呢啲 skill 連成系統，邊個可以持續迭代呢啲 skill。 即係話未來競爭會由比模型轉去比方法資產。真正嘅護城河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：第一，別人唔容易即刻複製；第二，會隨住使用越積越深；第三，可以同你嘅業務一齊進化。模型本身其實唔符合第一點，因為別人一樣買得到，一樣調得到，一樣接得到。但係 skill system 反而更符合呢三點，佢生喺你嘅業務流程入面，
佢來自你嘅真實案例，佢會吸收你團隊嘅判斷，佢會隨住項目、客戶失敗經驗不斷修正，所以佢唔係一樣一次性買翻嚟嘅嘢，而係企業長時間累積出嚟嘅能力地形，呢樣先真正叫做護城河。